咁啊95年調咗去佛山啦，就做開始，人哋叫你排夢斷香消40年，喂乜嘢嚟㗎？又唔識嘅。從嗰時嗱，依家就從嗰時開始認識夢斷香消40年。咁啊，夢斷香消40年，喂老嗰場老嘅喎，咁老我又點啊？照行小生步，行出嚟以為好瀟灑嘅，原來唔係。小生步咧，我哋而家行正規小生，我哋係一步一步咁行小生步小生步行，好斯文嘅。老咗又唔係喎，點解我都係邁個步咁靚嘅即係喂唔得。從嗰時感唔起身，老嘅點行咧？依家就老嘅就咁生活化。都唔使賣啦，點解你賣咗佢啫？做咩啫？老咗就係慢慢生活化㗎啦，就係咁。哇！嗰度咁多人，係咯嗬？點解咁多人？老從嗰陣時感悟開始，識得夢斷香消40年，從一步一步嚟體會、實踐、摸索，到依家咁多年，我認為夢斷香消40年，我影得比較最自然。我自己嘅自然我唔係話全行公認我一定係自然，我唔使嘅，因為你哋自己講乜嘢，你自己關住門講又唔關我事。但係我一舉手一投足，我覺得我好自然。所有做藝術自然咗就舒服就成功啦，係嘛？因為演員咧要悟出嚟嘅嘢叫做悟性要悟出嚟啦，就變成原嚟。尾場應該係咁，第一場應該係咁，第二場應該係咁見到表妹應該係咁，表情一層一層就會體現個戲。原來呢個戲從發展到結束呢個過程，完全體會晒一個人物裏邊應該係點樣做所以就從嗰個時候我會識得夢斷香消好啦，講夢斷香消，講陸游嘅人。陸游咧，大家因為昆歌文化唔高，但我琴日先搜集下陸游嘅歷史上記，佢係1125年出世嘅，佢係1210年嘅1月受寢，即係享年85歲。呢個係我哋南宋，我哋宋朝一個大詩人，佢情感好豐富嘅。佢咧，譬如講，佢一直有一種愛國佢出世當然佢有文化，佢但係愛國遭金兵入侵之後，佢係經過顛沛流離，所以一心好想收復中原。佢係個理念係咁，一生收復中原，但係你無奈總係好多嘢唔得志嘅。每次上書俾朝廷都係你唔使啦，得啦，即係撳住佢咧，多年嚟唔能夠實現佢呢個理想，所以就去西川去簽選去前線去感受種軍營生活，並且佢係一直係唔能夠達到目標，所以到最後佢係一直未實現收復中原、平四海一直到老都係仲有呢種思想，但係不能實現佢喺個人嘅感情裏邊咧，譬如講佢同表妹一直係堂院裏邊兩個人好恩愛嘅，成日一齊寫詩作詩好恩愛嘅。但係表妹嫁俾佢之後咧，3年未生，所以阿媽成日逼佢你要離婚。阿媽亦可能兩種思想咧，一種就係我唔中意你太痴纏，近到我仔，日日咁樣搞到我仔，總冇咩鬥志想我仔做乜。另外我哋舊嘅禮智思想裏邊，一定係封建思想，你3年不出就掟你出去。我哋有個思考記裏邊，喂，5年未出喎，
有黃例規定喎，如果唔出嘅可以休咗你喎，咁佢有好多啲舊時我哋啲禮儀啊嗰方面家教係有啲咁嘅嘢約束住，所以咧迫使佢幾恩愛都好，阿媽一定要斬斷佢同阿婉兒、阿表妹嗰段感情。其實兩個人咁恩愛，俾你去斬斷佢，總係好難捨難分。咁我哋演戲裏邊咧，阿媽逼佢離開嘅時候，我哋內心裏邊好辛苦，好辛苦。做戲可以講做到心好攰，演到呢場戲要分開嘅時候心好攰。第一場我哋出嚟見到表妹好開心嘅，開心之後一見到表妹嘅表情係點咧？我都好好，總係表現出嚟一種真係開心，內心裏邊好壓抑。阿媽其實喺前面第一場就要逼佢出去，所以佢咧見到陸游兩個人其實每見都好開心。第一到嗰陣時，好我好，總係講唔出，最後先講出嚟。阿媽要拆散我哋去，我要去做尼姑乜乜乜乜，佢先至反應好大嘅。我求阿媽去，到阿媽逼上叫尼姑已經收晒嗰啲嘢，收去做尼姑，派一紮尼姑嚟都收咗佢之後，夾硬要拆散之後，我哋想佢又提出有個樂，我配個粵樂俾你，黃春樂俾你，我唔要。其實阿媽逼你做，你唔要都要，所以內心裏邊好痛苦。所以我哋離開嘅時候，嗰種演員舞台上，我哋每一點一滴要表俾觀眾睇到係咩咧？我哋戰鬥好細微嘅嘢。如果你哋企喺度冇表情嘅，因為我唔要睇到睇唔到你嘅，包括你嘅表情、強烈嘅反應嘅面部，我唔要有呢種表情出嚟，觀眾先至吸收到你。哇！佢內心好痛苦。仲有我哋微妙嘅動作就要一手震，所以做戲咧就要自己去創造去做啲嘢。我哋自己會做出嚟啲嘢，激到你發抖，你係咪震啊？呢種係自然嘅。隨空啲演員就要靠呢啲刺激觀眾嘅，所以我哋做陸游第一場，人哋有啲話，喂，文戲好難做，唔係武戲難做，文戲更難做。文戲全部內心世界嘅嘢，當然武戲都有內心世界嘅嘢，但係武戲係一招一式，佢要乾乾淨淨，係嘛？宣槍，譬如講佢過程裏邊形體靚唔靚，我可以做多可多可少。我功如果唔夠，我技巧唔夠咁高，我可以做少啲動作，但係我一定舞台要有呢種型喺度，就把得實㗎啦。但係文戲一點一滴，佢從內心世界出嚟，好難。你如果靜晒嘅話，刺激唔到觀眾，並且你用聲情並茂呢個字去體現嘅話，好難好難。內心痛苦，咩叫做糾結痛苦？痛苦裏邊係抽泣嘅內心，所以就好辛苦。第一場我哋做第一場分離嗰場，哇，內心好辛苦。當然啦，你嘅心臟好啲可能好啲，我心臟差啲弱啲，好辛苦。我覺得有時好辛苦，好攰啊！整個戲咧比較硬硬啲嘅，佢冇開心過嘅，其實都。陸游又好，唐婉又好，包括黃春娥又好，其實裏邊冇邊個開心。但係唔開心點樣體現俾觀眾好戲咧？呢個就有個過程，就難啲。佢唔開心係嘛？我同佢動火，我心掛住嗰個，總係三角裏邊好亂啊！佢唔係一種亂嘅亂，係思想亂，思想比較雜。所以唔會話一個單純對你單一嘅感情。
我好想同你好，哪怕飲杯酒都好，飲啦。嗰邊講飲，其實佢心唔向你嗰度，佢冇望你，所以演員咧要體現呢啲嘢。飲呢邊飲就呢邊叫表妹，表妹叫完之後哎呀唔得！但係呢個人聽到你叫表妹之後，原來佢同我飲酒都未一心向我嘅，人哋辛苦佢辛苦，你覺得哎呀〜對嘅一種內心嘅打擊，好刺激，關照翻佢，所以三者裏面好多戲做，所以呢個演員咧難就難喺裏邊體現，體現好難。裏邊我哋講節奏，有好多節奏，文戲裏邊有好多，譬如講有段音樂，我哋都要節奏，表演有節奏，步伐有節奏，思索有節奏。思索，譬如講我哋行步、踱步、思索一個步伐裏邊出去，思索都係諗緊嘢嘅。嗱，究竟出去停喺度踩，呢個都係思索。究竟呢樣嘢點樣啊？都係個思索。所以同呢種唔同，呢種係過程嘅啫。呢個又係思索，但呢個比較冇咁深沉、冇咁沉重嘅思索。呢種就係沉重啲嘅思索。譬如講出嚟，呢個抬起身已經係思索緊嘅步伐裏邊，究竟嗰步邁唔邁落去？咧，佢踩落去嘅時候，仲喺度想緊嘢、諗緊嘢，先至踩落去。思索呢樣亦都係一個節奏。我該抬幾慢，應該踩落幾多？控制力，演員嘅控制力就係踩喺度仲要諗緊嘢，抬起個步都仲係諗緊嘢，抬起仲諗緊嘢嘅。點呢件事先踩落去？所以裏邊咧靠演員嘅把控、步伐、節奏把控、情緒把控所以。做戲就要悟出呢樣嘢，演員嘅把控能力、表演能力。